喺呢一條名為好睇、好食、唔貴、唔油膩嘅素食賽道上，萬事好似喺廣州咧，真係一騎絕塵嘅存在啊！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443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為咗更好咁開展跟住落嚟嘅素菜項目，今日決定嚟試一試呢間萬事創意美蔬。我呢仲係太低估咗大家對素食嘅需求啦。工作日晚黑7點半到店，門庭若市啊！如果嚟遲多10分鐘呢，估計我都要拎號排隊啦。店內男女比例呢一目了然㗎，大家覺得係點解呢？想食嘅好幾個菜式啊，都喺呢個招牌打卡雙人餐入邊啦。但後尾我寫稿嗰陣先發現啦，原來呢個套餐喺某某點評上先賣199啫，頓時感覺蝕得抵啊！套餐包含2杯飲品、2選1嘅前菜、2道主菜同埋2選1嘅主食啊。2款飲品風味各不相同㗎，豆乳芝士雪燕啦，香甜絲滑，帶啲厚重感；百香果粒粒氣泡咧，酸同氣泡咧都係自帶清爽屬性嘅元素，十分開胃㗎。2款飲品咧都幾有誠意，唔係嗰種咧拎風味糖漿隨便勾兌一下敷衍了事嘅。有機秘魯紅藜麥新吞拿花園沙律。呢個擺盤咧就好有誠意啦，冇辜負花園意志啊，有種生機勃勃嘅感覺啊。作為一道沙律嚟講咧，生咗喺我嘅品味邏輯上面，唔係嗰種咧將啲醬汁直接淋喺菜上面嘅設計，因為咧我相信有唔少人同我一樣啊，一般情況下都係中意先食唔染醬㗎。沙律菜嘅新鮮咧不在話下，紅藜麥嘅口感咧 Q 彈有嚼頭㗎，外軟內硬嘅口感咧同 risotto 有幾分相似，略帶堅果香氣添，甜軟多汁嘅芒果令整道餸就算唔染醬啦，食起身咧都唔會太乾。潛藏其中嘅炸牛膀絲咧係點睛之筆，仲提供咗香脆添。至於呢個賣相同口感都無限接近於吞拿魚沙律嘅素食咧，真係可以以假亂真嘅，我甚至食唔出佢係咩材料做㗎。中間部分嘅醬汁咧有住幾分東南亞氣息嘅酸辣感，酸味嘅來源咧應該係百香果，因此呢個酸味啊食起身咧係冇刺激嘅醋感㗎，相當溫和。但咧都要小心㗎，呢個辣度咧唔簡單啊，成道菜嘅擺盤層次食用邏輯咧都做得非常好，完成度好高啊！我強烈推薦啦！孜然風味烤串，頂端同埋中間嘅豆製品咧都係提前鹵製入味嘅，因此咧食起身風味好足，係甜潤鹹香嘅，搭配埋孜然咧，真係有幾分咧似係喺度食緊肉嘅感覺啊！和風肉衣海苔卷又係一道咧從擺盤上就好吸睛嘅菜式。薄薄嘅腐皮衣包裹住滿滿嘅菇菌混合物，整體風味咧有啲似蒲燒鰻魚嘅醬汁啊！表面嘅紫菜同埋白芝麻咧提供嘅鮮味同埋油香，又係一道咧完成度非常高嘅菜式，我強烈推薦啦！日式照燒蒲鰻飯。表面嘅豆製品咧，應該係喺度模仿緊蒲燒鰻魚㗎。其實呢道餸嘅風味同上一道嘅紫菜卷咧都幾相似㗎，都係蒲燒汁、紫菜同埋白芝麻嘅風味組合。唔係話呢道餸有咩問題㗎，而係咧我應該揀另外一道芝香野菌焗咖喱飯啦。咁樣咧就可以食到唔重複嘅風味啦。除咗上面嘅套餐之外咧，我哋仲點咗竹笙芸豆蘿蔔濃湯、松露牛肝菌扁麵、普羅旺斯克松露菇菌撻同埋牛油果香蕉薄餅啊！呢個湯咧其實就冇好濃嘅啫，湯體咧並唔厚重㗎，整體咧係白蘿蔔嘅風味。如果將呢啲芸豆都煮出沙咧，會同呢個濃字咧更加接近。松露牛肝菌扁麵，奶香豐沛嘅菇菌咧炒出咗鮮香，牛肝菌嘅風味咧比較突出㗎，係一道十分唔錯嘅主食，比一般嘅西式簡餐入邊嘅意粉都要做得好㗎。普羅旺斯克松露菇菌撻，芝士香氣咧同埋黑松露嘅風味咧都比較清晰㗎，估計食量細嘅人咧一人食一個咧就可以當主食㗎啦。牛油果香蕉薄餅，呢個薄餅咧算係今晚嘅甜品啦。雖然表面上睇起身咧係牛油果同埋芝士佔據咗主體，但其實真正嘅風味主導咧係餅底夾層入邊帶有肉桂風味嘅香蕉醬啊，香甜可口，仲有住唔錯嘅果腹感添，我幾中意㗎。呢餐4個人合共消費443。
有一句講句，不愧係開業7年4奪必食榜嘅創意素食啊！不論係環境、服務、餐具定係菜品嘅呈現，完成度咧都非常高。菜系咧並冇拘泥於中式定係西式嘅，食材同風味搭配咧都自成一格。可能係因為我喺呢餐入邊冇點嗰啲有中餐印記嘅菜式啦，大家咧冇辦法從呢條視頻中去感受到。喺呢一條名為好睇、好食、唔貴、唔油膩嘅素食賽道上，萬事好似喺廣州咧真係一騎絕塵嘅存在啊！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